當遇到辦公室搬遷或者更改網絡路由器等情況嘅時候，影印機會因為 IP 地址嘅改變，導致唔能夠正常於電腦列印文件，需要於影印機更新 IP 地址，以及電腦重裝印表機驅動程式。首先需要變更影印機嘅 IP 地址，先到影印機主畫面，點按系統選單，於列表內點按系統網路，輸入有管理員權限嘅使用者名稱與密碼。預設名稱同密碼均為 admin， 需要依照大小楷輸入。完成之後按登入，點按網路，點按有線網路設定，進入 TCP/IP 設定，再進入 IPv4 設定。進入之後，點選並更新相應嘅 IP 地址資料。詳情請諮詢你嘅公司內部 IT 網路管理員。另外，亦都可以設置自動分配 IP 地址，只不過為免之後會有變動，建議分配新 IP 地址之後，將 IP 資料改為手動輸入。首先點按 Auto IP， 點按使用，再點按 DHCP。點按使用，無論以手動或者係自動設置 IP 地址，都必須要重新啟動影印機以生效設定。與機身前按下圖中嘅電源按鈕，點按時將影印機關閉，然後可以再次啟動設備以及重裝驅動程式。驅動程式嘅安裝方法可參考有關影片。